哈該書短小精悍的呼聲，重新校正你的生命優先序。哈該書是舊約聖經中最短的書卷之一，僅有2章38節經文，卻直擊人心。它深刻揭示了為何許多人即使辛勤努力，人生仍充滿徒勞感。核心在於一個簡單卻深刻的優先序轉變。當我們將神的殿擺在首位，挫折就能轉為祝福。上帝給出驚人的應許，從今日起，我要賜福與你們。哈該書2章19，這祝福不在成果顯現之後，而是在信服開始的那一刻。這位鮮為人知的先知提出聖經中最犀利的質問：這殿仍然荒涼，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相式的房屋嗎？哈該書1章4，你的答案，你真正投入時間與資源去建造什麼，暴露了你內心真正敬拜的對象，遠超你的言語。在哈該書中，我們發現5個改變生命的真理。1. 挫折的優先序如何被無情揭露。2. 隱藏的罪污如何污染一切領域。3. 當領袖信服，百姓跟隨時，僅23天就能帶來劇烈轉變。4. 上帝應許將平凡軟弱的人立為他的印記。5. 祝福從優先序對齊的那一刻開始，不是等到成果出現，而是信服即刻生效。書中生動描繪賺的工錢裝在破洞的袋中。哈該書1章6，努力工作卻一無所獲，因為當神的殿被忽視時，上帝親自使我們的自我追求變得徒勞。同時，我們也見證聖經中最迅速的企業轉型，一群停滯16年的人，在23天內從對抗轉向積極重建。讓我們先禱告，天父，求你藉哈該的信息觸動我們的心，不要讓我們只停留在定罪，而不帶來改變。今天就重新校正我們的優先序，奉耶穌的名開始真實的轉變。阿門。這位2500年前震撼猶大全國的先知，如今仍提醒我們，為何努力常感徒勞？你到底在建造什麼？這正顯露你真正敬拜誰。從熱情到自滿，16年的延宕。有一種危險比公開叛逆更隱蔽，起初充滿熱情，後來逐漸被藉口與自我中心吞噬。我們原本對神的呼召滿腔火熱，卻慢慢以時機未到為由，默默優先自己的舒適。這正是哈該時代的寫照。猶太人被擄巴比倫70年後，正如耶利米預言，神感動波斯王居魯士，准許他們歸回重建聖殿，主前538年。約5萬人在省長所羅巴伯與大祭司約書亞帶領下返回耶路撒冷。他們起步極佳，先重建祭壇，恢復獻祭，表明敬拜是首要，收集材料，組織人力。主前536年，在盛大典禮中奠基，祭司穿禮服，利未人奏樂，百姓歡呼讚美。然而，年長者看見新地基與昔日所羅門聖殿相比微不足道，不禁哭泣。隨後，外邦鄰族假意幫助，實質欲混入異教崇拜，被拒後轉為敵對。他們上書波斯朝廷，指控猶太人叛亂，成功令王下詔停工。工程就此停擺16年，主前536-520年。這期間，百姓並未閒置，他們建造自己的房屋，不是簡陋居所，而是天花板雙式、裝修精美的舒適宅地。而神的殿卻荒廢在地，地基暴露風雨。如何演變至此？漸進式漂移。起初停工有官方理由，似乎合理。他們安慰自己，等時機更好再說。同時，生活需要住所、安全與穩定，
從必要逐漸變成奢求。既然聖殿暫停，何不先改善自家？這種自我合理化聽來冠冕堂皇，這不是背叛，只是明智。我們並未放棄神的工，只是等待合適時機。卻過了整整16年，一代孩子成長過程中，看見神的殿荒涼，施宅卻華美，活生生見證了口頭信仰與實際優先序的落差。哈該的對質。在精準的日子，大利烏王2年6月初1日，主前520年8至9月，神藉哈該向所羅巴伯與約書亞發聲。這百姓說，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。哈該書1章2。神的回應直接而尖銳。這殿仍然荒涼，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相式的房屋嗎？哈該書1章4。你說建造我殿的時機未到，卻已找到時間、資源、精力打造自己的豪宅，這正暴露你真正的優先序。哈該將他們的徒勞歸因於此錯字。你們盼望多收，收成卻少；你們吃卻不得飽，喝卻不得足，穿衣服卻不得暖。賺工錢的，將工錢裝在破洞的袋中。你們盼望多得，看那卻得甚少。你們收到家中，我就吹去。為何呢？因我的殿荒涼，你們各人卻奔自己的房屋。哈該書1章6、9。這不是經濟危機，而是神聖管教。神主動保留祝福，呼喚他們：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。哈該書1章5、7。當神的榮耀被邊緣化，他必使自我中心的努力無法滿足。現代的鏡子，我們同樣如此。起初立志慷慨服侍，天國優先，後來遇阻礙、忙碌、資源短缺，便逐漸退讓。現在還不是犧牲的時候，但改善生活、保障退休、追求舒適是合理的。我們也經歷同樣徒勞，收入不錯卻入不敷出，成就卻帶來空虛，卻常怪罪外在環境，而非檢視優先序。哈該不接受藉口。阻礙或許真實，資源或許有限，時機或許難把握，但若我們仍有餘力追求個人舒適，時機未到就站不住腳。優先序對齊，轉型迅猛。好消息是，當領袖聽從哈該，立即順服，百姓隨之跟進，僅23天，整個社群便重啟建造。哈該書1章12至15。神激動他們的靈，16年停滯瞬間終結。故事不止於對質，更在於順服、激勵與重建。優先序一調整，神就應許：從今日起，我要賜福與你們。哈該書2章19。說這話時，穀倉仍空，果樹未結果。祝福從順服那一刻開始，而非等到看見果效。哈該的問題至今回響：你今天在建造什麼？你用時間、精力、資源的選擇，顯露你真正敬拜的對象。願這對質帶來轉變。從今日起，先建造他的殿。你所建造的，顯露你的心，徒勞是神聖管教。哈該的質問一針見血：這殿仍然荒涼，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相式的房屋嗎？粉碎所有藉口。他揭露真相：你不是缺時間，而是把時間花在個人舒適；不是缺資源，而是把資源投在自家裝修；不是無能，而是在對自己有利時極有能力。你缺的只是優先序，對神榮耀的真心，以及願意將他的旨意置於舒適之上的決心。因此神2次命令要省察自己的行為。哈該書1章5、7。誠實檢視時間、精力、資源流向，問：這顯露我的心崇拜什麼？
他接着描述他們的困境：你們撒的種多，收的卻少，吃卻不得飽，喝卻不得足，穿衣服卻不得暖，賺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洞的袋中。哈該書1章6，他們勤奮勞作，卻永遠不足，努力與收穫不成正比，收入如流水，消費帶來空虛。這就是徒勞的本質，建造自家豪宅，卻任神殿荒廢。他們並非懶惰，而是極其忙碌；並非貧窮，而是有收入。一切卻不滿足，因為神親自反對他們自我中心的追求。你們盼望多得，看我卻得甚少；你們收到家中，我就吹去，因我的殿荒涼，你們各人卻奔自己的房屋。哈該書1章9，神親自吹散收成，不是意外，而是管教。因優先序顛倒，渴求個人舒適，漠視神榮耀。故此，我使天禁止降露，地禁止出產，我命乾旱臨到，一切勞力。哈該書1章10至11，天地順服神，表達他的不悅。徒勞遍及農產、酒、油、牲畜、人力，一切領域，直到百姓悔改，神才釋放祝福。現代應用被剝奪的豐盛與被忽視的國度，這原則永不過時。我們說，現在還不是奉獻的時候，等經濟穩定再說，卻同時升級房屋、擴張生活、保障未來、打造娛樂。我們急奔自家殿、事業、財富、退休、享樂、而神的殿、教會、使命、國度，卻因缺乏支持而凋零。我們同樣經歷徒勞，收入不錯，卻總不夠用；成就越高越空虛，消費永遠填不滿。我們怪經濟、運氣、環境。哈該卻說，省察你的行為。那破洞的袋子不是偶然，而是神確保當他的榮耀被邊緣化時，自我追求必不滿足。令人心痛的問題仍在：你是否甘願住舒適豪宅，而神的殿卻荒涼？解決之道：調整優先序，終結徒勞。神不只管教，也賜下醫治。你們要上山取木材，建造這殿，我就因此喜悅，且得榮耀。哈該書1章8，別只投資個人舒適，取材建造我的殿，以行動證明我比你的便利更重要。當神的殿優先於自家，他就喜悅，得榮耀，徒勞停止，祝福湧現，滿足取代不足。領袖信服，百姓跟隨，23天的奇蹟轉型。真改變不靠更好環境或更多資源，而是領袖立即信服，百姓果斷跟隨。哈該對質後，所羅巴伯、約書亞與餘民都聽從耶和華他們神的話，百姓都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。哈該書1章12，政治與屬靈領袖一同敬畏行動，全體百姓受感動跟進，非強迫，而是被信服的榜樣激勵。神立即回應：我與你們同在。哈該書1章13，短短3字，宣告神當下親自的同在，與那些重新調整優先序的人同在。耶和華激動所羅巴伯、約書亞並餘民的靈，他們就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神之殿做工。哈該書1章14至15，從哈該守則信息6月初1到正式動工6月24，僅23天。從對質到施工不到1個月，這是快速轉型的秘訣。領袖敬畏神，立即順服，百姓跟隨順服的領導。神親自激動人心，賦予動力。戲女來襲時，
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。1個月後，7月21日，住棚節，神再次藉哈該發聲：你們中間存留的，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？現在你們看着如何？不顯為虛無嗎？哈該書2章3。年長者記得所羅門聖殿的輝煌，新殿顯得渺小，令人氣餒。神3次吩咐你們要剛強，因我與你們同在，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，勿懼怕。哈該書2章4至5。同在比外表更重要，如今的聖靈正是出埃及時的那位。接着是震撼的應許：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，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，我就充滿這殿以榮耀，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。哈該書2章6至7、9。這小殿看似虛無，神卻要震動萬有，帶來萬國所羨慕的彌賽亞。他將以超越所羅門的榮耀充滿此殿，非金銀華麗，而是神聖同在與救贖圓滿。目前的不足只是暫時，未來的榮耀無可比擬。當我們同樣將神的殿置於自家之上，這同在與榮耀的應許也屬於我們。更大的榮耀在彌賽亞與平安中。神繼續說：萬軍之耶和華說，銀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，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。哈該書2章8至9。一切資源本屬神，限制不在財務，而在優先序。這殿雖小，其榮耀將超越所羅門，因彌賽亞將親臨其中，耶穌在此教導，福音從此傳向萬邦，真平安、沙洛姆，藉基督實現神人與人和好。後來的榮耀不在外在，而在永恆意義的實現。轉型模式，從停滯到復興的可重複路徑。哈該顯明停滯的群體如何轉為尊榮神的社群。這是教會事工復興的可複製模式。1. 神對質錯置優先序，這殿荒涼，你們卻住雙板房屋。2. 領袖、政治與屬靈立即順服。3. 百姓因領袖榜樣跟進。4. 神親自激動人心，賦能工作。5. 氣餒來臨時，神鼓勵要剛強，我與你們同在，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。此模式至今有效。當領袖拖延，優先舒適，事工必須；當領袖以身作則，將國度置於個人之上，復興便臨到。從對質到動工僅23天，1個月後，氣餒被應許取代。轉型不需完美條件，只需這模式。污穢原則，罪污蔓延比聖潔更快。重建3個月後，9月24日，神同日賜哈該2信息。第一個藉祭司的律法教導震撼原則：性慾觸碰衣襟，衣襟再觸食物，食物是否成聖？祭司答：否。不潔之人觸食物，食物是否成不潔？祭司答：是。對比驚人，聖潔雖直接有意傳遞，且不易擴散。污穢僅一觸即迅速蔓延。哈該應用：這民這國在我面前也是如此，他們手下的各樣工作都是如此，他們在壇上所獻的也是不潔淨。哈該書2章14。他們雖以順服建造，但因生命中未處理的污穢，一切仍不潔，甚至公物也被污染。先前因忽視神殿，神擊打修城。哈該書2章17，他們卻不回轉。如今神說：你們要追想，從今日起，我必賜福。
哈該書2章15、18至19。轉捩點不在外在改變，而在優先序對齊，開始建造的那日。種子還在倉內，藤樹、無花果樹、石榴樹、橄欖樹都沒有結果。但從今日起，我要賜福與你們。哈該書2章19。外表無變，穀倉仍空，樹木無果，卻從今日起，順服與潔淨開始之日，神應許祝福。現代警示與盼望，這原則解釋今日許多徒勞。你或許熱心服侍、奉獻、聚會，卻仍感空虛、乏果效。原因：一個被容忍的罪，隱藏妥協，未解衝突，正污染一切。秘密聚會蔓延，合理化的惡習玷污公開順服，未和解的苦毒使敬拜不蒙悅納。太5章23至24。聖潔不易傳播，污穢卻極快擴散。解決不在更努力服侍，而在對付污穢、悔改、認罪、和好，除去污染。當內外優先序一致的那一刻，神說：從今日起，我要賜福。不在成果顯現時，而在順服開始之日。印界，神對平凡人的主權揀選。同日第二信息，專給所羅巴伯。我必震動天地，顛覆列國的寶座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：我僕人所羅巴伯啊，我必以你為印界，因我揀選了你。哈該書2章21至23。神應許震動萬有，推翻敵國。在那日子，他將這軟弱管轄小省的省長立為印界，佩戴在神手上，帶他揮記的權威印章。非因所羅巴伯強大，而是我揀選了你，純全主權恩典。所羅巴伯或許因新殿渺小而氣餒，神卻說：你不渺小，我親自揀選你為我的代表。這預表更大的所羅巴伯，耶穌基督，真大衛後裔，神完美的印界。希伯來書1章3，哥羅西書1章15，完全承載並行使父的權柄。原則卻適用今日，神樂用平凡軟弱之人，非強者，因恩典使之成為他權柄的器皿。當你覺得自己微小，事工不起眼，神說：我揀選了你。你的重要不在自身，乃在他的揀選。從今日起，祝福先於證據。哈該的高潮應許顛覆我們的信心觀。種子還在倉內，都沒有結果。但從今日起，我要賜福與你們。哈該書2章19。外在毫無改變，卻從今日起，優先序對齊，污穢處理，順服開始之日，神宣告祝福。不在值得時，不在成果證明時，不在收成時。從今日起，在證據之前，這正是信心真義。當一切未變，仍相信神的話，因他的信實足夠。聖經滿是此模式。亞伯拉罕無子時蒙應許，以色列紅海前得拯救，基甸戰前已勝，瑪利亞懷孕前已蒙恩。你或許已調整優先序，對付罪污，投資國度，卻暫無果效。有或說，也許沒用，得先看結果。神卻說：從今日起，我要賜福。信心現在就相信，活出這應許，因他必成就。哈該的5大真理總結與呼召。這短短書卷傳遞5個改變生命的真理。1. 你建造的顯露你敬拜的，錯置優先序必被揭露。今天就調整，用時間資源證明神的國度優先。2. 轉型迅猛，領袖信服，百姓跟隨，神激動人心，23天即可翻轉。3.
污穢蔓延快過聖潔，一點妥協污染一切，徹底對付罪污。4. 神揀選平凡人為印戒，非因強大，乃因恩典。我揀選了你，改變一切。5. 從今日起祝福開始，在證據前，信心相信神的應許。這些真理匯聚成一問題：你今天在建造什麼？你的日曆、賬單、精力流向，顯露你真正敬拜的對象。若你正建造雙板房屋，而神的殿荒涼，停下，重新調整，對付污穢，擁抱使命，先信應許，再看果效。轉變可多快？哈該時代23天，迅速徹底。從今日開始，不是將來，不是方便時，就是今天。結禱。萬軍之耶和華，我們走過哈該，無處可躲。你揭露我們在你殿荒涼時建造的豪宅，求赦免我們錯置的優先罪，自我中心的投資，時機未到的藉口。赦免我們口稱你第一，行動卻否認。我們曾力徒勞，工錢流失，努力空虛，卻怪罪一切，唯獨不認這是你的管教呼喚我們回轉。今日我們悔改，調整，停止建造舒適，開始建造你的國度，具體、可見、立即。將時間、資源、精力重新獻給你的教會、使命、旨意。從今日起，我們先求你的國、你的義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